上下来呢就会讲到上挑啊，刚才面前讲的上模、韵模啊，还有讲上挑的青葱腰的可以讲上挑呢，第一个讲的音高，音高就会上音嘅高大嘅变化啊，第二就会音长啊，音长就会上音嘅长短啊，音高冇问题啦哦，大家读嘅头摆学注音符号，喺你从细学到大哦，本来讲法就又高又大嘛，你嘅上音佢嘅上挑又高又大。啊，就像桂语讲的1、2、3、4声啊，客家话有韩国加一个东西哦，客家话有日常时就会加讲到一个舌音的韵味的啊，有日常时，日常时就会上的个长短啊，就较短，音长较短的啊，比如讲八，佢嘅时间就较短啊，就较短。啊，也定就会上挑的部分，太搞会重，会弹整来再下来就会调类挑类挑类上挑的种类然后音高变化相同的词啊，回腔下佢就会挑类同个中古汉语来对应啊，你西烟法有6个挑类。你就讲一般讲6个挑啦，海陆法呢就有7个挑7个挑比如讲分别嘛呢，四个客家话就会饮品、用品、送上、喜上、营业、用业，不过也条呢也唔是太家去记啦，你就讲中央讲出来，做嚟记出来，安尼就好了，韩国就会挑出。挑出呢就会上挑的突法，就会音高的变化，然后给描写出来，就会挑出。不过挑出呢，佢主要係相对的音高，唔係切对音高。無像你學音樂嘅人啊，佢嘅哆來咪發嗦佢係切对的音高。你也偏講挑出啦，高大就係一個相對嘅。觀念相對嘅好，上挑你來看表示的方式表示的方式呢有2種一種係書詩法，一種係圖詩法2種咧聽下講因為老圖字的表示法有關係當作看到圖有音長有音高音高呢分做5圖1、2、3、4、5做嘛會分較大條嘅因為5圖呢就拉用嘅做啲去表示上音嘅高大嘅睇下看到有啲嘅輕高嘅音頻也係用國語嘅啦用國語方言嘅啦音頻啊從到因為佢都輕高嘛冇變化嘛到也係音頻聽呢個用品，佢啲品是冇寫出來就是寫用呢個字用佢喺一開始呢都第3，最尾呢都就會3、3、上上呢一開始係2到2，下尾呢先講下來都1，要徛起來要升起來都4，有看到2、1、4安尼最尾嘅喜上喜上都一開始開始係到1變做1按你看到用圖嘅就會圖詩用書詩來寫嘅就會書詩法也講到嘅呢客家話呢，大家就都會看到你就做得按你來寫你可以來利用家下講嘅用國語嘅像你學注音符號來加用睇下看到家下講你西人客家話有幾多個條？有6個條，也免當寫1、2、3、4都8不過睇下看到冇6因為講因為6呢老2呢就會送上6要用送
合并体的。韩国呢，第7个条呢，老第3条呢，是中央的也还没中央像对中央的条的古时候呢，干体去就存到6个条大家就唔是迄几个语言嘛来赏析，唔是几个嘛饮品吟诵迄个唔是几个你就看一下下边。第1个条呢，你用苏轼来写，就会呢西呢西。一开始迄呢到后尾呢，迄较高变到西你用个吐司就会用家用过年个呢上你写二声你提起来听呢就会送上西汉甲巴呢，迄用苏轼来讲，迄3音3音因为迄讲下来嘛，你就加用防语注音符号嘅4声就讲下来3音第3个条留嘅防语嘅1声中央就会按过，中央按过某边古时候你也用吐司的时间，又要加用防语嘅1声1声某表嘛给省略嘛古时候你这边就冇用第4条呢刚刚讲到客家话有你赏诗给时间较短，古时候你用苏轼来写的时间呢，有一种写法就会写呢有一年呢会写3呢下边有加一条线，表示讲佢老面前嘅正常嘅3呢有一个冇重要正常嘅3呢时间较长捏上嘅较短係用吐司嘅时间，有咩用嘅下降嘅符號老天呢家講到嘅雙上條，唔做重要嘅呢大家記得，因為捏上詩加講，佢會有乜嘅？佢後尾嘅韻味會有波的歌。你看到波的歌嘅時間，佢就會上年較短。古時候聽呢條、聽4條佢唔會唔會重複啦，唔會重複啦。你係看到波的歌到後尾佢係捏上。古時候符號呢，兩個來加用兩個符號唔會重複啦聽5條蘇轼應該係1音就會較大嘅平上因為下降嘅下降嘅符號啦，嗰調起來嘅符號啦韓國1聲就不能用太嚟你就用乜嘅？就用打勾勾像過年嘅3聲來表示1表示1音佢大嘅設計佢大嘅平嘅第7條呢，伊加講過留第3條嘅重要第8條伊係捏上，唔過也上較高你做得寫也有名寫西唔過叫較高呢，你就留嘅國語的1聲嘅重要加用呢個1聲唔過佢留第3條會分唔出來嘛？唔會，因為第8條呢，起碼加講捏上較短，重要到後尾看到波的歌看到波的歌呢，你就知佢係捏上古時候嘅符號雖然重要，不過你從波的歌做嚟分辨就做嚟分辨出來你韓國看到下尾就做得老分太較清楚你在考試的時間，大家要注意客家嘅你嘅年齡認證下一條的時間係用吐司係用吐司不過你看大家看你會寫唔好寫個蘇轼或者寫吐司大家看到鴉片有一個例言三手塞骨無清力有冇？你看到嘅第3條、第7條就會用
嘅某个符号哦，冲过年的一生哦。啊，第四条呢嘅国，国，伊咩係用嘅下降嘅符號哦，像嘅天一條。不過呢，看到嘅第四條呢有嘅報道歌都係背啊，佢都較短啊。第八條咩係啊？佢係用一生嘅一生嘅符號啊，留嘅第三條啊，第七條重要啊。不過呢，佢係背有報道歌啊，唔就第佢係日常啊。個符號就要按嚟用啊，符號就要按嚟用。那你切下都係拖嘅時間，你拖3，你就感覺3一隻條嘅慢慢嘅要較高，從較大變到較高3，你就用加用過年嘅二聲嘅個符號。數要較高，拖到較大，你就加用過年嘅二聲嘅個符號就要按嚟。啊，讀西，西就會高嘅哦，平嘅哦，冇變化哦，你就加用過年嘅一聲就50條啊，國嘅大嘅，喺隔離第四條、第八條國留日，唔做得切隔拓寬啊，一個大一個國日國日一個大一個國，你就分得出來。大個呢就加用下降嘅符號二聲嘅嗰個符號。高嘅嗰個日常呢，你就還係用一聲50下某像某佢嘅大個看啲數字這裡11佢嘅大個平呢，不過某符號呢，你就加用嘅33國語的3聲嗰個符號。你到上母、韻母、上條，你全部講出來。這裡講，你就做得看到3講出來，講一個3，你就做得寫出來，你就做得拼寫出來，就冇問題咧。最尾呢，還會講一個很多連音邊條，連音邊條，連音邊條就係你嘅講話嘅時間啦，兩個字，講講話嘅時間。有的是會變調你像過年嘅重要過年嘅3聲加3聲，你會變調比如講總，講太標準嘅總統嘅講太標準，兩個字加起來呢，變做乜嘢？總統，你個總就變調嘅啦，它方面重要。西元發嘅變調當簡單，你實際字有乜嘢呢？音頻調就會加看到嘅意思係向上嘅嗰個調佢變到一個詞嘅面前時間，佢才會變調佢唔係接受有嘅詞佢都會變調，佢就後背接到乜嘢？睇下看下啲表嘅後背加一個咁樣加音頻咧意思咧也係加一個希上各位嘅國語嘅一聲咧能夠用日各位嘅個日常一讀到一三咧都係後背時間，其實會變調變乜嘢咧？佢會變做大屏變做一變做一後背就唔會變後背唔會變你睇下看下表會看得什麼下背你記啲嘢嚟講第一組就講音頻加音頻音頻連音頻後背係符號嚟寫出來就會用那個像過年二聲加二聲的時間佢面前嗰條詞加講面前嗰條音頻會變做大嘅頻咧就用符號就會3聲嘛背記啲嘢看睇下看比如講嗰個同事流通流通表示講嗰個同本來係套音頻本來套音頻佢係講同田嘅時間變咗一個詞佢後尾又係加一個音頻佢面前嗰個同就會變調佢會變到乜嘢？加講變大嘅頻咧大頻同田
啊，會讀做屯田。啊，將下背變點樣？大葵、讀葵啊，飲品，葵種，葵種。啊，你讀到你會聽到係葵啊，就會大啊，唔過設計記應該係葵，係葵，佢會變跳，要大家要注意，第二組呢就會飲品加披薩。二聲加一個裡面底下就會用一聲啦，那就冇寫出來啊，比如講，捏甜，你看甜係咧飲品不過你係講放到面前甜一，你就會出做甜，就唔會甜嘅啊，唔會出做甜一，你乖乖啊，唔會出甜一。叫做邊條啊，面前叫做邊條啊，大葵係大葵葵芳係咪邊條嘅？唔可以讀葵芳唔可以讀葵芳叫做邊條嘅，知冇？第三組就係飲品加用液，都係會面前加嘅飲品加一個嘅時間，嗰一個意思你會變，比如講拜三飲品，係會加一個佢變面前嘅時間三日，知冇？三日嘅三就變跳嘅，下邊呢皮包喺表面前加一個用意是飽腹。係咪就變跳嘅？要三組，大家注意。講一變跳本大家點呢？就會提醒大家，因為你考試嘅時節啊，你只音標啊，要標乜嘅？要標本跳，要標本跳有說，唔做唔得，老家講嘅個皮包啊，做唔得寫飽腹，你做唔得飽，你就做唔得寫。三聲你做唔得寫大哥哥這樣你就唔抄嘅營養嘅分配嚟講，老師今日讀起來就會飽飽講今日係咪冇注意就寫唔錯簡單，題目老人出飽講然後體測試調一下，你標個後背佢就唔會變調嘅不錯你講唔寫唔錯，你就用個詩那裡不用後背包公你就讀個皮包皮包係包係飲品，你就知個包呢也就是應該係飲品就唔好寫個三聲唔好寫大品安尼就知嘅變調就會安尼。後背呢還有複習今日呢講嘅上模總共有20個大家看一下你條的題目然後佢讀出來三類韻母韻母有74個包括葵米韻母23個，大家看到的符號做嚟讀出來冇？能夠屁銀米的韻母27個大家做嚟看一下。石銀米的韻母有27個上音節、升音節音輔音有3個三條四音法6個第3條到第7條係共用的，不過會6條呢就有7個